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7月27，咱做来读箴言第26章到第31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6章，亲像热天落雪，收割的时落雨，憨人得到尊荣无合宜，亲像切鸟仔飞去飞落，婴仔飞来飞去，无理无由的咒诅袂发生作用。对马着用鞭，对驴着用架姜，憨人的脚趾着用藤条。毋通照憨人的憨话应伊，则免你甲伊共款；着照憨人的憨话应伊，则免伊看家己最有知识。托憨人传达消息，亲像斩断家己的骹，伤害家己。真言伫憨人的喙，亲像过去的骹，无作用。将尊荣予憨人，亲像用宝石做石头，放伫耳索耳。憨人的喙讲真言，亲像水汉掠有刺的手机乱嗅。请憨人也是水汉做代志，亲像钱乱射伤着人。憨人一再做愚妄的事，亲像狗活转来食家己吐出来的物。你捌看到想讲家己是聪明的人无？连憨人拢比伊较有眼光。贫惰的人讲，努力有使，加努力有名使。贫惰人伫眠床过来过去，亲像门开来开去。贫惰的人手伸到盘里，摕到喙嘛嫌晦气。贫惰人看家己真巧，赢过7个敖应答的人。过路人去插甲伊无关系的纠纷，亲像人去揪狗仔的耳仔。人欺骗厝边讲，我是在滚笑，是亲像小人迄火把来剑，甲武器互人死。火无柴就花去，无人学话3钱就煞去。爱3钱的人煽动纷争，亲像炭上加炭，火上添柴。耳孔边的用仔话亲像好食物，一个入喙就吞落目。喙甜心干恶，亲像飞气擦粗云。假好的人讲好听话，心内却存诡诈。伊讲好听话，你毋通信，因为伊心内有7项通掩恶。伊虽然用诡诈掩藏家己的怨愤，伊的邪恶会露现伫公众面前。骨含井的人，家己会跋落迄内面；割石头的人，石头会割倒来缀着家己。白贼的嘴会伤害人，泼炭的喙会毁灭人。第27章，毋通为着明仔载要做的事夸口，因为明仔载会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毋知。得互别人学乐，毋通家己报；得互外人称赞你，毋通家己夸口。石头重，山嘛重，憨人惹起的祸端，比这2项搁较严重。生气要会当断，大生气学担当。怨妒啥人挡会牢？当面的责备赢过无表面的疼。朋友造成的伤是出于好意，对敌的针喙是虚假。人食饱连蜜拢讨厌，腹肚枵连苦的物拢好食。
人离开本所在去流浪，亲像鸟仔离开收四界飞。香油甲香料，互人的心欢喜；朋友真诚的勉励，互心得到鼓励。你的朋友甲老爸的朋友，拢毋通放散。拄着患难的日，毋通去兄弟的家。近的厝边赢过远的兄弟。我的囝着有智慧，互我的心欢喜，互我通反驳踢笑我的人。为变巧的人看到危险就闪避，憨直的人进前去受灾害。甲身份人担保，着摕家己的衫去做抵押。替外人保证，着家己承担后果。透早甲朋友吵醒，祝福嘛变做咒诅。吵闹下晡，亲像落雨天擦擦滴。要甲伊挡，亲像咧挡风挡袂牢，亲像手拿油拿袂牢。朋友互相激励，亲像铁磨铁，哪磨哪来。管理无花果的，通食伊的果子；照顾主人的，会得到尊荣。人对水照出家己的面，人对心看出家己的真相。淫妇甲迷茫拢填袂满，人的欲望嘛永远袂满足。连银用鼎，连金用炉，人对称赞受考验。憨人安怎教拢教袂巧。着详细知你羊群的状况，留心照顾你的牛群，因为钱财袂永远留地，王位嘛袂煞到万代。草刮起来，新叶浮出来，山顶的牧草嘛收起来。绵羊的毛就通加起来做衫，山羊角通卖来买田园。山羊母的呢，互你甲家内的人教育通食，搁通养饲女婢。第28章，歹人无人对入，嘛得逃走；好人亲像狮，拢袂惊。国家动乱，统治者就喋喋换。有名利甲知识的领袖，国家就久长安定。善食人欺压困苦人，亲像落大雨甲五国冲掉。去杀律法的学了歹人，毋过遵守律法的反对歹人。社会的人无明白公义，祈求上主的人完全明白。行为正直的善食人，较赢做代志顽巧的好野人。谨慎守律法的是智慧的囝，甲贪者会做伴，互父母见笑。人靠放动利发财，是伫甲人民善食人的积聚财富。耳孔越走毋听律法的人，伊的祈祷上帝厌恶。未识正直人行歹路，会跋倒去家己恶的陷坑。毋过顺转的人会承接好的产业。好野人看家己最有智慧，毋过伊有几两重。聪明的善食人看甲真清楚。义人胜利，人人庆祝；歹人得志，人人闪避。牙砍家己的罪过，一定袂行通；认罪悔改，一定得到怜悯。不时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，硬心的人会拄到灾祸。拄亲像好的狮甲找者的熊。社会统治者嘛安尼在管辖善者
的人民。无知的统治者施行暴政，也莫不义之财的人会长会寿。杀死人的，就互伊一生做逃犯，毋通救伊。做代志正直的人会安全，做代志弯巧的人会忽然跋倒失败。正直的人有教养的美娘，追求空空无价值的事会递到善者。有信用的人会得到真侪福气。要发怀财的人一定受刑罚。看人大细目毋对，毋过人会为着一块仔饼犯法。当生的人想要紧发财，无想讲善者在听候伊，甲人责备到尾比甲人抱痛，较会得到人欢喜接纳。偷摕父母的米，佮讲这无算有罪，即款人甲强盗相类。贪心会引起杀争，瓦靠上主会得到丰盛。想讲家己是聪明的，是戆人，照智慧做代志的人会安全。定济善食人袂得到欠缺，计无看见会受真侪咒诅。歹人得志，人人走去灭。因若灭亡，义人就加添真多。第29章，人受责罚，要毋肯悔改，会忽然失败灭亡，袂负家救。义人执政，人民欢喜；歹人掌权，人民讨愧。意爱智慧，父母欢喜；结交儿女，倾家动产。王施行公义，国就稳固；强收贿赂，国就灭亡。好桶厝边是咧设罗网填家己的骹，歹人会互家己的罪填着。毋过义人有欢福，有快乐。义人关心善食人的案情，歹人拢无关心。自高自大的人，甲城制造混乱。毋过有智慧的人，会互生气煞。智慧人甲戆人相过，戆人只有生气，也是起笑，拢袂解决。爱杀人的怨恨孙权的人，毋过正直的人保护伊的性命。戆人有生气就拢拼出来，毋过有智慧的人会晓控制生气。统治者若要听白贼话，官员拢会变做歹。善食人甲压迫者有共同的所在，上主拢互因的目睭金会看见。王若照公正判断困苦人，伊的王位会永远坚固。管教甲节度会加添智慧，无管教的囡仔会互老母见笑。歹人掌权，罪过就加添。义人会看着因失败。管教你的囝，伊会互你安心，佮会互你的心欢喜。无上帝的指示，人民就放纵。毋过遵守律法的人真有福气。干那用话，奴仆袂受管教，伊明白嘛袂听谈。你捌看到随便讲话的人无？连戆人拢比伊较有眼望。奴仆若对细汉就甲伊生，这奴仆到尾会抢夺主人的财产。歹性地的人会惹起冤家，熬发生气的人会犯真侪罪过。人骄傲会互家己见笑，心谦卑会互家己得到尊荣。角贼分偷来的米，
是无爱家己诶性命。伊虽然就抓做证，嘛袂讲实话。惊人无惊上帝，是甲家己设罗网。毋过信靠上主就安稳。真侪人爱对统治者求情，毋过只有对上主才会得到公正的判决。无公道的人，义人厌恶；行为正直的人，歹人厌恶。第30章，下面是拿基的囝阿哥尼教示的话。伊对以帖甲乌甲安尼讲：我是众人中上愚妄的，连一般人的知识拢无。我无学着智慧，嘛无至圣的上帝的知识。啥人捌上天搁落来？啥人捌用手立着风？啥人捌用衫包水？啥人捌界定地的极头？伊的名叫什么？伊囝的名叫什么？你知无？上帝的话逐句拢经过锻炼，所有挖靠伊的人，伊做因的盾牌。伊的话，你毋通加添，才免受责备，判做讲白贼。我对你求两项代志，伫我死以前毋通无互我，求你互虚假甲白贼离开我远远。求你互我无善食，嘛无好业，使我需要的米粮，才免我食饱足毋认你，讲上主是啥人，才免我善食煞饕餮，直到亵渎我的上帝的名。毋通对主人讲伊萝卜的歹话，才免伊甲你咒诅，你煞受责罚。有一寡人咒诅伊的老爸，嘛无甲老母祝福；有一寡人看家己做清气，毋过无洗除家己的污秽；有一寡人目头悬，目神骄傲；有一寡人下牙亲像剑，齿亲像刀，要吞食地上的困苦人，甲世间的善食人。乌旗有两个查某囝不时话讲，互我，袂知足的有3项，连袂讲教业啦有4项，阴妇袂怀孕的胎，较侪水嘛无够会地，甲袂讲教业的火，铁笑老爸，藐视毋听探老母，即款人的目睭会互山谷中的乌鸦夺去，会互鹰鸟的囝食去。我想袂出的奇妙有3项，连我毋捌的有4项。鹰鸟伫空中的路，蛇伫石板顶的路，船伫海中的路，男女交合的路，淫妇的路嘛学了解。伊食了就七喙，讲我无做歹。互大地摇动的有3项，连担当袂起的有4项。萝卜做王，戆人张到饱，无人缘的女子出嫁，女婢取代女主人。地上有4项微细的动物，毋过极有知识。狗遐虽然弱小，毋过会晓伫热天准备食物。石番虽然无勇壮，毋过会晓伫石旁做寿。草马虽然无王，毋过会晓组队出去。
神童仔虽然人用手抓会牢，毋过踮伫王宫。行路威风的有3项，连骹步威风的有4项。狮野兽中第1名的，拄着啥物拢袂闪避。腊狗、山羊港以及有军鞭保护的君王，你若自高自大、戆戆做，也是过无歹代，就用手黄喙，甲牛奶画出奶油，拍着片画流血，亲像安尼大生气画起3钱。第31章，尼布伊勒王的老母教示伊的话：我的囝，我亲生的囝，我希望得到的囝，我着甲你讲啥物？毋通伫妇人人身上用尽你的精力，毁坏君王的路毋通行。尼布伊勒啊，做王的毋通啉酒，千万毋通。王亲好交酒嘛毋应该，则免啉落去，煞袂记得法令，侮辱困苦人的权益。交酒着互得要死的人，报酒互人心艰苦的人，互伊啉了袂记得家己的善食，袂记得伊的艰苦，着为着袂讲话的人发言，为着所有无意外的人申冤，着开喙照公义判断，为着困苦善食的人申冤。有才德的妇人人，啥人找袂到？伊的价值大大超过珠宝，伊的丈夫信赖伊，啥物拢无欠缺。伊一世人互丈夫有利益，无损害。伊找羊毛甲幼麻，甘心亲手做工。伊亲像上船，对前方的所在运美牛来。天未光，伊就起来，准备食物，互家内的人，将应该做的功课分派互女婢。伊找着喜意的土地就买起来，用伊的手所趁的栽种葡萄园。伊穿衫片扎，准备好势，手骨严严，通出力工作。伊知所经营的顺利有利益，伊的顶规暝点光光，伊的手摕鸭仔，伊的手心画篷车，伊慷慨尽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赞善食人。伊免为着乐色为家己家的人烦恼，因为全家拢有厚衫通穿。伊免为着乐色为家内的人烦恼，因为全家拢有厚衫通穿。伊为家己做水的毯仔，伊所穿的就是幼麻布甲紫线布做的衫。伊的丈夫伫城门口，人人拢捌，因为伊甲本地的长老做伙坐。伊做幼麻布的衫去卖，搁卖腰带互生理人。伊用气力甲威仪做衫穿。伊想着将来的境况就笑眯眯。伊开喙讲智慧的话，伊的嘴有银词的教示。伊熬料理家内的事，无食圆饭。伊的囝儿困醒起来，就甲伊祝福。伊的丈夫嘛称赞伊，讲：妇人人好德行的真多，毋过你上好。外表好看是虚假，水嘛是空空。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会得到呵乐。伊的手所做的成果，着甲伊肯定。
伊所做的应该伫公众面前得到称赞。咱今仔圣经节伫箴言第26章到第31章。